拉姆那拉揚拉姆是一個強大的咒語，如果你不斷地誦念並冥想它，你的生活將會發生轉變。你還可以將這種練習介紹給他人，特別是年輕人。就像人們每天早晨醒來練習瑜伽或鍛煉一樣，你也應該每天早晨起床誦念拉姆那拉揚拉姆並進行冥想。人們在吃飯時會去想食物將如何影響自己嗎？不會對吧？同樣，我們在冥想前也不應該思慮過多，冥想應該是在自由和開放的心境下進行的。年輕人是國家的未來，他們需要更加專注。父母不應該給孩子施加不必要的壓力，而應該為他們制定規律的日常作息並鼓勵他們冥想，這將有助於他們在學習時全力以赴，在玩耍時也能盡情享受。學校和大學的學生必須練習冥想。冥想可以增強大腦的專注力，為內在提供能量和力量。孩子們應該從學校階段就開始學習冥想。最開始當你誦念拉姆那拉揚拉姆時，它可能只是停留在你的舌尖，但隨着你不斷地誦念，它將深入你的內心深處。就像淨水器可以過濾掉雜質一樣，當你冥想12或3個小時後，拉姆那拉揚拉姆將會完全滲透到你的意識中。從那時起，你就不需要刻意去誦念它了。你的內在由50萬億個靈魂組成的自我將會自發地為你誦念它。你會感覺到所有的問題都會逐漸消失，你的內心將充滿平靜與安寧。政府應該讓冥想成為每所學校的必修課程。冥想不僅帶來精神上的平和，還可以帶來經濟上的富足。年輕人應該理解冥想的好處並將其傳播給他人。很多時候人們會感到無助和軟弱，人生常常給我們帶來不利的境遇，我們的思想無法受控，也無法傾聽內心的智慧。在這種時候，冥想就顯得尤為重要。通過冥想，我們可以增強心智，提升智慧並強化內在的靈魂。當你的思想和智慧受到掌控，宇宙將會引導你去做正確的事情，而這最終會成為你的真正達摩正道。冥想是一種音頻能量，它能夠為我們的身體內50萬億個靈魂提供力量和能量。它可以增強我們的身體，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，並提升我們的思考和理解能力。那麼很多人可能會疑惑，這種音頻能量究竟來自哪裏？這種音頻能量源自於大自然，因此大自然、宇宙、天空和整個宇宙萬物就是一切的根源。它們賦予我們生命並引導我們的行動。拉姆那拉揚拉姆